在這個視頻中，我將向你展示一個非常簡單但極其準確的 EMA 組合，它可以幫助你識別整體速勢，等待回調，然後尋找可能的延續入場。請確保跟我一起看完，因為在視頻後面，我將向你展示一個小過濾器，它可以幫助你避免這個設置產生的一些較弱信號。好的，讓我們直接開始。首先，打開 TradingView 上的指標菜單。我們需要的第一個指標叫做 EMA Band Distance Monitor。搜索 EMA Band Distance Monitor，並選擇由哈森略發創建的版本。一旦你將它添加到圖表上，你應該會看到這個移動平均線雲出現在界格周圍。現在打開指標設置，將慢速 EMA 長度改為134，將快速 EMA 長度改為34，然後確保兩個移動平均線類型都設置為 EMA， 即指數移動平均線。這就是我們在這裡需要更改的全部內容。現在我們要添加第二個指標，再次打開指標菜單，搜索 Moving Average Ribbon， 將標準的 Moving Average Ribbon 添加到圖表上。默認情況下，這給我們4條不同的移動平均線，但我們不需要全部。打開設置，刪除最後2條移動平均線，這樣我們就只剩下2條。然後將2個移動平均線類型都改為 EMA。對於第一條 EMA， 將長度設置為5；對於第二條 EMA， 將長度設置為8。我要把5 EMA 設為白色，8 EMA 設為橙色，以便我們能夠輕鬆勾分它們。最後，在樣式標籤下增加2條線的粗細，使其清晰可言。完美！我們的圖表現在準備好了。從這一點開始，策略實際上非常簡單。我們將使用34和134 EMA 雲來確定市場方向，然後使用5和8 EMA 交叉來尋找回調並尋找可能的入場。讓我確切地向你展示我的意思。首先，關注這個雲。在這個指標納部，我們有一條較快的34 EMA 和一條較慢的134 EMA。當34 EMA 上穿134 EMA 時，雲變成綠色。這告訴我們市場當前顯示出看漲動能，所以從那時起，我們主要關注尋找買入設置。當34 EMA 下穿134 EMA 時，雲變成橙色。這告訴我們市場顯示出看跌動能。所以現在我們主要關注尋找溢出設置，所以雲已經給了我們第一個過濾器。當雲是綠色時，我們尋找買入；當雲是橙色時，我們尋找溢出。但我們不會在雲改變顏色時立即入場，這很重要。相反，我們將先等待界格回調，這就是5和8 EMA 進入策略的地方。讓我們從溢出設置開始。這裡你可以看到34 EMA 下穿134 EMA， 雲從綠色變為橙色。這給了我們第一個指示，即之前的看漲結構可能正在減弱，看跌速勢可能正在發展。但同樣，我們不會立即溢出，我們等待。5 EMA 和8 EMA 現在都應該在主雲下方交易，然後我們等待白色5 EMA 上穿橙色8 EMA。當這在看跌速勢中發生時，它告訴我們界格正在暫時逆勢移動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正在得到一個回調。你可以看到當界格開始向雲上方移動時，這裡正是這樣發生的。現在接下來的部分很重要。理想情況下，界格在回調期間可以進入雲內，但我們不希望看到強勁突破並在整個雲上方繼續。我們船希望5和8 EMA 整體上保持在主要速勢裂扣下方。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，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？不要再等了，今天就開始吧。我們的免費交易機器人使用簡單，由人工智能驅動，每天可為您帶來高達1%的利潤。已有5萬多名會員加入，現在就點擊下面的鏈接獲取免費使用權。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。視頻後面，我將向你展示為什麼這很重要，因為這一個條件可以幫助消除相當多看起來不好的設置。現在我們有了回調，我們需要確認看跌速勢可能正在重新開始。
我們的確認來自 5M 重新下穿 8M。就在這裡，你可以看到這正在發生。一旦這根 K 線收盤，白色 M 已經重新下穿橙色 M。這告訴我們回調可能正在結束，看跌動能可能正在回歸。所以在實踐中，我們可以在這個歐域附近尋找溢出交易入場。止損可以放在最近回調裂扣上方或雲上方，這取決於你如何管理交易。在這個例子中，我們可以使用簡單的1比2風險回報目標。現在讓我們把所有東西翻轉過來，看看看漲版本。這裡 34M 上穿 134M， 雲從橙色變為綠色。所以現在我們有了看漲的市場條件。同樣，我們不會僅僅因為雲改變了顏色就立即買入。我們希望價格先向上移動，然後給我們一個回調。我們的兩條角塊 M 理想上應該在主雲上方，然後我們等待白色 5M 下穿橙色 8M。就在這裡，你可以看到正是這樣發生的。這是價格開始回調的指示。如果我們直接看 K 線，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。價格正在暫時逆着更大的看漲趨勢向下移動。現在我們等待動能重新轉向速勢方向。當白色 5M 重新上穿橙色 8M 時，這就發生了。這給了我們一個更清晰的延續信號。所以在這根 K 線收盤後，我們有可能進入一個多頭頭寸。止損可以放在回調結構下方或雲下方。同樣，我們可以瞄準大約1比2的風險回報比。現在視頻早些時候我告訴過你，我會分享一個額外的過濾器，它可以幫助你避免一些較弱的設置，而且它非常簡單。注意回調是否真正尊重了主 M 雲。如果我們在尋找買入設置，我們希望雲保持綠色，價格可以向雲回調，甚至略微進入雲內。但如果價格完全突破雲並且快速 M 也移動到雲下方，原始的看漲結構正在變得更弱。溢出設置也的用同樣的道理。如果雲是橙色的，價格可以向它回撤，但如果價格完全突破到雲上方並開始在那裡保持，那就不再是我們尋找的乾淨的看跌回調了。這就是為什麼盲目地接受每一個5和8M 交叉不是一個好主意。交叉只是入場觸發。34和134M 雲給了我們市場背景，而將兩者結合起嚟才是讓這個設置更有用的原因。如果你不想把時間花在坐在圖表前等待設置並手動管理每個頭寸，船有另一個選擇。我們現在正處於人工智能和自動化交易系統的時代，所以與其自己手動進行每筆交易，你也可以讓一個自動化交易機器人監控市場，並根據他自己的策略和風險設置為你在市場上執行交易。如果你想了解我們使用的 AI 交易機器人，你可以在視頻下方找到連結。感謝觀看，我們下個視頻見。